放牛。今天又有小放牛了。3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，爸妈一对儿一哟嘿，你要吃好酒就到杏花村。这条歌是准备要传给观众朋友听的。大概我这等偌久啊呢？啊，你要听什么款的故事哈？你顶边有讲一个牛的嘛？啊，对，牛的故事有无？校园堂。哎呦，可怜，骗我菜龟。你那的意思啊？嘛讲一个，过来讲一条牛的代志。牛的故事我那不是盖嘴，规去甲直接做会安尼。哦，你有没有去过西班牙？没有哎。哎呦，你要不出国去呀？西班牙都跟东南亚行呢。哎呦，你像西班牙有斗牛。哦，斗牛，对。哎呀，我记得欧力上得出国对旅行团出，哎，一定要看一场，我这什么的斗牛比赛。哇，那斗牛都万人在看呢。导游都给他抓起来，点嘛一点，嚯，来对安尼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斗牛是人家就给我胸标要一箭要穿心啊！好，观众大家都屏住呼吸，都在看着，哦，真是有准，一箭就丢了心脏，哇！那牛马上就跪了，全场拍手，魔法拢弹落来，鲜花留下来，万人在喝彩。哦，斗牛士拿到那个布，开始去卸他们卡层瓦桥。斗牛士下来接受鲜花，耶！鲜花捡起来，哇，丢回去，哇，哎呦，不得了了！大家拍手，看完了归看完了，我那上行出来了，哇，巴肚小开腰，哇，巴肚腰不要呢？准备加上，一看对面一个扛棒，哎，挂了2只牛角，大概是吃牛，哎，给我下中国籍哦，欢迎台胞建教合作，哎呦！真奇怪的，来看没？这来的，就是阿多高的行过来，一个西班牙的waiter就过来。哦，先生，您是中国人？哎呦，你讲国语啊？你讲台语买通？哎，真的，我真比这款人来讲。哦，我们这个餐厅为了这个可以准备一个会说中国话的 waiter，来对待一些所有东方的客人。啊，先生，请坐，要吃什么吩咐小弟就好了啊！真好。啊，你一定要吃这个切操的哈，直接收在了这了。啊，这就门好，那个瓦高还像我说建教合作。哦，听我解释一下，这对面就是斗牛场，牛一杀死以后，马上就拖到我们的厨房来，所以我们本店的牛肉是最 fresh、最新鲜的。啊，先生，您今天要点什么东西？哇，那假清假好哦，啊，那度假台一家都要拖过来哈。是。啊，给我来几袋500的。哦，没问题，您坐一下，先上沙拉，马上就牛排上来。Yes，thank you，谢谢，就走掉了。过一下端来的，盘公公，哇，很贵啊呢，边上的炒锅红萝卜、青菜什么都有，加了实在有够好吃，哇青啊，吃刚刚讲奇怪，隔壁那桌阿多在吃，还不知啥会。侯不新拿过来讲，先生有什么吩咐？隔壁那个是不是牛尾啊？哦，不是，牛尾是做汤用的，牛尾汤。这个是牛鞭牛鞭。刚才吃完一份了，那牛排还有空间，还可以装。听说牛鞭很补啊那种。请问，能不能给我来一份牛鞭？哦，对不起，先生，牛只有一个鞭。那个客人已经吃掉了。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明天给你留下来，明日请早。OK。今天只死了一只牛就对了，只死一条牛只有一个。啊，你讲好，我明仔载我带我们家斗牛一条呢。啊，你好，你给我传好蛋，我明仔载要来吃那牛鞭。我们带台湾都没吃过呢。啊，你昨天讲定好，No problem。OK，tomorrow，OK。啊，别的操，第二讲中到。第二讲真正有鬼。哦，你来了，牛鞭子 ，yes，你点了鞭嘛就端出来，好盘公公，鞭嘛是炒锅呢，红菜头韧韧的呢。吃这显示屋里上头他无啥欢喜。是啊，那无啥欢喜。牛鞭啊，无好食呀。不是餐厅无老实，无老实。其他的鞭都甲杂梅都袂使比。
咱们了较分量很足啊，个补一个大呢，其他那哎，维特你甲过来者，先生什么吩咐？阿玲都无公平啊！咱们迄阿多个人去食迄牛鞭，迄size不是臭饭，啊，今仔日食干真啊！你这牛仔囝还有讲，对不起先生，今天斗牛士斗输了，哈。